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arrie 啊，好耐冇見大家。今集就想講一個字嘅，咁就係呢一個2025年日本選出嘅年度漢字紅字。咁喺上年啦，日本好多地區都有黑熊出沒啦，咁就襲擊咗當地嘅居民，形成好大嘅困擾，所以佢哋就選出呢個紅字做上年嘅年度漢字。咁我就忽發奇想啦，我覺得呢個字咧都好代表到2025年同26年嘅局勢嘅，因為你見到呢個紅字啦，佢本身部首就係火啦，咁我哋而家咧又係火，2026年又係丙午年啊嘛，都係火嘅年份啦。咁你會見到上面一個能字啦，能力啦，強國啦，可以代表強國啦，野心勃勃嘅國家啦。咁佢就會對其他鄰近嘅國家咧開始有啲行動嘅，因為你見到一個比字咧，應該係左右噶嘛，大家係並排嘅，大家嘅手即係會幫對方咯，係平起平坐嘅。但係而家有一個趨勢咧，就係佢想爬上嚟上面啦。佢可能要統治另一個國家，侵略另一個國家，或者我比你強啦。咁佢哋個野心咧就越來越大嘅。你會見到有啲國家，但係就會有一個問題啦。咁你會見到下邊係燒住佢噶嘛，有個火燒住個能噶嘛。咁其實呢啲國家咧都唔會係好過或者一啲好受嘅。咁越大野心咧，其實就越出現一個問題啦。咁另外啦，可能係一啲唔好講國家啦，一啲地區咁樣，其實會係發生好多火警嘅，因為你見到係一個好似一個大廈咁樣，一啲高樓，跟住下面咧係有個火燒住佢，咁所以咧呢個火警咧都會係經常發生，咁大家就要小心啦，咁就注意安全啦。同埋一啲防火嘅意識都要留意啦，同埋本身自己咧就要平靜落嚟，因為大家嘅火氣都好大嘅，係因為其實係一個時空影響咗你啦，一個時間影響咗你啊，即係我哋講天時地利人和啊嘛，咁呢個天咧天時啦就係火好慢嘅，其實大家都唔想嘅，係會越來越激動啊個人。好嘅情緒好唔穩定啊，咁其實就係要令自己平靜落嚟咯，俾多啲空間自己啦，同埋唔好有一個話我要贏你啊，我一定要即係鬧交，我一定要贏對方啊，唔好有呢個心態咯。咁我哋係一個大家互相幫助，平起平坐啦，咁就安然度過咗呢個時段㗎啦。咁希望今日資訊幫到大家啦，拜拜。